Hello， 这就是目前深圳的华南城，是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景象。你看，这公司走了，这边公司也退租了，也全部走了，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景象，在华南城，我的天哪！大家看一下啊。这个呢是我们的车间啊，看现在没事做，很多人就等着下班，就直接站在那里玩。你看这边这条线就直接倒闭了，没人了，线都开不起来。我们这条线呢现在也没事做，来就站在那里玩，就在倒闭的边缘。对面那几条线呢也没几个人了，人就是机械啥的。就是站着聊天，这样子不知道能坚持多久啊！现在每天上8个钟，都是双休，8个钟来的话就是在玩了。看那种架势的话，搞不了多久了。整个厂的话可要倒闭了。老天爷！卖光卖光全卖光，这里的货品全卖光。卖光全卖光，这里货品全卖光。卖光卖光全卖光，这里的货品。